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话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意。好朋友，咱今日来开讲，来讲过去。咱知影讲戏台顶真侪戏文，无共团拢烧钱咧做，做到尾啊，戏文死行尔。原来有俗语出来劝解人生的真理。头一句，咱来开讲对《西游记》戏文内底产生出来的俗语。这句讲先饼先的害死交济天，就是恁两个咧冤家啦。我敢若徛伫边仔咧看。敢若徛伫边仔，我点点点，安尼竟然也会扫着风台尾，也有我的代志就对啊啦。有当时啊吼，出来做公亲做了无好，你家己就会受灾殃。毋则过去人用俗语话咧讲，讲人翁仔某中间咧冤家，你来去插了好也有代志，插了无好，真正先饼先，到尾啊害死你这只交济天。啊，《西游记》的俗语真侪啦，国情今日无写出来，毋过插花啊加讲一句，就是讲吼。若落水平平沉，无分东头轻，船破海彻底的情形，原来一句讲叫做搞死猪哥也无命。咱知影讲《西游记》内底保护三庄出境三个三兄弟，大师兄交济天齐天大圣，第二个猪八戒天蓬大元帅，第三个沙精。你若真正讲交济天去受到灾殃，连边仔猪哥猪八戒。原来共款无命，原来无通好就对啊！意思讲吼，咱大家共条船靠大甲烧念的就对啊啦。再来第二句，咱来讲对《封神演义》内底产生出来的俗语，这句讲叫做“文太师行到绝风岭”，意思就是讲完全拢无机会，无你的场面啊，代志到这段落要结束，无法度挽救啊，就对啊。按怎样讲？咱知影讲文太师是纣王的太师。是朝中三条元老，唔但安尼生，伊阁会飞天遁地，会晓制五行符。结果含西机伫咧交战的中间，好到尾啊，行上绝风岭，煞去互分中主用通天神火条活活甲烧死。意思就是讲，亲像文太师遮尔高的人，行来到绝风岭，共款人无法度搁再回头。这就袂输人伫咧讲《三国演义》内底另外一句俗语，讲关公走袂成，到这就再输赢。关公败走袂成，过去过五关斩六将，功夫遮尔好，结果来到袂成，但一生英雄忠义，就要到这结束。过来，咱换来讲第三句对水浒传内底产生的俗语。咱知影讲水浒传出名一站头就是武祥拍虎。人讲吼，咧食亲像武祥拍虎，啊，若咧做亲像桃花过渡，这就咧比较，比较啥？比较紧甲慢。武祥拍虎，骹手一定爱买称，啊，若无吼，互虎加去都会哦。结果叫你食亲像武祥拍虎，换叫你做啦，亲像桃花过渡。咱知影讲桃花子啊，要过渡，要坐渡船，天头伯啊，干啊毋招伊相报，两个当然一句来一句去，看讲，看回。这句桃花过渡，就是咧解说讲骹手有够慢，叫你做一个工课尔，骹手安尼慢嗖嗖，甲食饭骹手遮尔紧就无相共。